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的2月10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列王记下卷23章第1节到第8节，21节到25节，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节到12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福音之宝。约西亚王将圣殿中找到的约书，上帝的话语诫命看为是宝贝，因此呢，约西亚王就叫犹大的众人、耶路撒冷的住民、祭司、先知以及所有的人民，无论是大小，都聚集在一起。然后王他就宣读这一本约书的内容，并且要求大家要在上帝的面前来立约，全心全意的顺服上帝，遵守上帝的诫命。这个场景就很像上帝差遣那个先知约拿，他到尼尼微城去传福音。后来国王就带领了全国，甚至牲畜都要穿麻衣撒灰，来表达他们心里的悔改一样。列王记下卷23章第1节到第8节，21节到25节，记载了约西亚王的这一段故事。他们将上帝的提醒看作为是宝贝，他们表达了全心全意的悔改，并决定要弃绝偶像的崇拜。约西亚王召集犹大和耶路撒冷所有的领袖一起到圣殿去，还有祭司、先知和所有的人民，无论贫穷或是富贵，都到了圣殿。王在他们面前高声宣读在圣殿里发现的约书。王站在大柱旁边，向上主立约，要听从他，一心一意全遵守他的法律诫命，并实行约书上所规定的命令。所有的人民都答应遵守这约。于是约西亚吩咐希勒家大祭司、他的助理祭司和圣殿门口值班的警卫，把圣殿里所有的用来拜巴力、拜亚舍拉女神和星辰的器物都搬出来。王在城外吉伦谷旁把这些器物都烧掉了，然后叫人把灰带到伯特利。他革除了从前从犹大诸王所立的那些犹大和耶路撒冷附近的城镇的神庙里面献牲祭的祭司和所有向巴力、太阳、月亮和星辰献祭的祭司。他又从圣殿里把亚舍拉女神像搬走，带到城外吉伦谷旁烧掉，捣成灰，撒在公共坟场。他拆除神庙的南仓在圣殿霸占的房子，就是妇女们编织拜亚舍拉时所穿的那种袍子的地方。他把犹大各城的祭司带到耶路撒冷，破坏了全国各地他们献过祭的神庙，又拆毁城门旁边献给山羊鬼的神庙。这神庙是约书亚市长铸造的，在进城大门的左边。那些祭司不得在圣殿侍奉，但可以吃供给给其他祭司的无酵饼。约西亚王又破坏了新嫩谷的陀斐特，使人民不能把自己的儿女当作烧化祭来献祭给摩洛神。他也移走了从前犹大诸王为拜太阳所献上的马匹，烧毁了膜拜用的马车。这些东西本来都放在圣殿的院子里，靠近殿门。
离拿丹米勒大臣的住家不远。以前犹大诸王在亚哈斯王宫屋顶上筑造的祭坛，以及马拿西王在圣殿两院中安置的祭坛，也都被约西亚王拆除了。他把祭坛打碎，丢在基伦谷里。约西亚王命令人民遵照约书上面的记载，守逾越节，遵从上帝他们的上帝。自从士师治国的时代以来，任何一个以色列王和犹大王都没有像这样隆重的守逾越节。只有约西亚王在位的第18年，王和人民在耶路撒冷庆祝逾越节。为要实施希勒家大祭司在圣殿发现那书上所写的法律，约西亚王把耶路撒冷和犹大其余的地方所有的通灵者、算命者、一切家族神像、偶像以及一切异教崇拜的东西都清除了。在他以前，没有一个王像他那样的尽心尽意尽力的侍奉上主，遵行摩西所颁布的法律。在他以后，也没有一个王像他那样。上帝是恩典怜悯的上帝，他不但将赦免之恩赐给世人，给呼召人来跟随他来行善，他将福音的恩典赐给人，因为他看世人为宝贝。你说他救恩的人，也要看上帝的恩典为宝贝，这样就能够得到永恒的救恩。哥林多后书第4章第1节到12节这样记载：既然上帝怜悯我们，把这任务交给我们，我们就不灰心。我们放弃了一切暧昧可耻的事，不做诡诈的事，也不曲解上帝的话。在上帝的面前，我们公开显明真理，以自己的行为来启发每一个人的良心。即使我们所传的福音难以明白，那也只是走向灭亡的人才不明白。这些人不信，是因为这世界的生命把他们的心眼弄瞎了，使他们看不见福音的光。这福音是关于耶稣基督的荣耀，而基督是上帝的真相。我们所宣扬的不是自己，我们只宣扬耶稣基督是主。为了耶稣的缘故，我们做了你们的仆人。那位吩咐要有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上帝，就是用光来照亮我们内心的上帝。他使我们认识上帝的荣耀照耀在耶稣基督的脸上。可是拥有这属灵宝物的我们，不过是普通的瓦器，要证明这无上的能力是属于上帝，不是属于我们的。我们遭遇各样的困难，却没有被压碎；常有疑虑，却未曾绝望；有许多的仇敌，但总是有朋友；常被打倒，却没有丧亡。我们必雄的身体时常带着耶稣的死，为要使耶稣的生命也同时显明在我们身上。我们的一生常常为了耶稣的缘故，冒着死亡的危险，为要使他的生命能够在我们这必朽的身上显明出来。这就是说，我们常常面对死亡，你们却因此而得生命。诗篇119篇105节到112节，你的话是导引我的灯，是我人生路上的光。我要持守严肃的诺言，遵守你公义的教导。上主啊，我受的痛苦非常沉重，求你照你的应许赐我新生命。上主啊，接纳我感谢的祷告，求你把你的命令教导我。我的生命时刻在危险当中，但我没有忘记你的法律。邪恶的人设罗网要陷害我，我仍然没有违背你的命令。
你的诫命是我永久的产业，是我心中的喜乐。我决意遵守你的法律，直到我生命的终结。感谢上帝怜悯我们的软弱，赐下救恩的福音给我们，并呼召我们来跟随你，看你救恩为宝贝。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